真道，我愿明白真道，心存敬畏，请曾牧师。所听下这大家平安。愿主耶稣的听，伫咧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丰丰富富，成做咱的帮助。咱当心来祈祷。我命的主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阮是你的百姓，阮是你的囝儿。阮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阮祈求你对天顶甲阮陪伴，你所想事活命一切的好。主，你今仔日的礼拜是阮做的主节，阮纪念迄个伫阮中间有艰苦、有逼迫、有惊吓、有孤单，袂当甲阮做伙同齐敬拜的每一位阮所听兄姐。愿主你的运费平安，带因行过因所拄着无好的情景，总是愿阮的圣神伫即个礼拜中间，也听阮的祈祷，互阮当心自执伫你的面前的时，祝福阮的生命得到养赐，你的圣神就来掌管阮的心思意念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搁一摆带阮行义的路，愿恳求天父上帝你听你的奴仆的祈祷，也愿上帝你的圣神亲自临到伫每一个人的内心，互阮今仔所听到的话是照着每一个人无共款需要，是上帝你所陪伴生命的道。愿天父上帝甲阮同在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通对主你来领受。愿咱的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伫今仔礼拜中间牧师第一个为着咱所写的祈祷文，也是因为祈祷，所以咱今仔做伙组织要来读这段圣经的话。以赛亚第8章或者路加12章，这两段圣经咧讲起一个真要紧的生命的信息。无行歹人道路，这个世间有人行因爱行的路，但是咱是上帝的百姓。上帝通过以赛亚甲伊的囝儿查某囝所讲，外邦人所行的路，你毋通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通过上帝圣神的帮助，咱修正咱的脚步。顶礼拜牧师甲咱做伙分享的题目叫做“毋免惊，毋通惊”。牧师的话、人的话、人的苦劝、人的安慰、人的鼓励，有时就亲像耳孔边风吹过，人的话有时是无带有任何的困难。但是如果这个话若是按上帝所发出，愿上帝以感纳咱同齐祈祷，愿咱互相请安讲平安，愿咱互相请安讲无得惊。愿上帝的圣神就大大将平安带到咱的情境。拄着艰难，是人拢无爱，但是所听兄姐，有时艰难的中间，咱才会通真正经历到，咱的上帝是一个活活的上帝。所听的弟姊妹，迄是顶礼拜咱对耶稣的话，详时嘛是记载伫路加12章第1节到第5节。这段话中间，耶稣讲两种的话，一句耶稣甲因讲无得惊，但是另外一句耶稣甲因讲恁着惊，无得惊，恁着惊。耶稣讲恁着惊，惊什么？我要将恁应该着惊的事。这个字伫圣经原文，无论是旧约、新约，以赛亚第8章、路加12章，这两段圣经，这个惊，伊本意就是敬畏。毋免惊，恁着敬畏上帝，将上帝放伫恁的心头，主的平安就甲咱三甲伫地。愿咱伫今仔日，咱阁继续来听耶稣另外一面劝勉的话、呼吁的话、提醒的话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对以赛亚书第8章、路加12章，以及咱今仔日的金句，所听的姊妹。伫受上帝圣神的感动中间，每一摆牧师咧准备礼拜主日的信息的时阵，无论是新约、旧约、金句、启文、圣诗，拢是同一个主题。
所以是一摆一摆一摆，一句一句一句，拢是渴望兄弟姊妹咱的心会当受到感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礼拜前读，礼拜后读，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静静来领受上帝的话。耶稣对伊的囝儿讲：无你惊，但是今仔日路加12章第1节到第5节，耶稣有另外一种的心意，就是爱伊所有的学生，爱伊所有的朋友。伊讲：我所疼的朋友啊，耶稣称伊身边的人，无甲伊讲你是我的军队，你是我的萝卜。耶稣称因做朋友。所以咱的圣诗常常安尼吟讲：最好朋友就是耶稣。耶稣爱咱，心内常常敬畏上帝。所听的姊妹，若无敬畏上帝的心，无论你伫教会出去偌久，拢有可能咱无领受到真正真理甲活命。耶稣爱咱有敬畏的心。因为敬畏上帝就是你手中上重要一张门票。一个人若无敬畏上帝的心，伊就真困难进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。有个人伫教会一世人，伊嘛是苦苦的祈祷，但是伊人生的尽头并不是一个真快乐的代志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咱无真正敬畏一个创造天地的上帝。所以你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向上帝拍开咱的心门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来到你的圣殿，我要敬奉你，我要敬拜你，我要将你放伫我的心中居首位，我要尊主为大。我要将上帝你放伫我的生命中间，独独你是我的主。愿咱会通明白。这是耶稣伫今仔日所讲的圣经内底讲：你们当畏惧，你们当惧怕，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咱的上帝。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真要紧的结论，咱大大细细，咱拢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掌管，也这好唔好？愿上帝祝福你，也愿上帝祝福你到代代子孙。一个家庭若尊上帝最大，上帝所予伊的绝对毋是亏欠。上帝无弃杀每一个求告伊的囝儿甲查某囝。咱若敬奉耶和华，耶稣上帝就将咱放伫伊的手中，代表讲连头毛嘛一支一支甲咱算过。咱所拄着的情景，咱的天父上帝知。所以今仔日的读经，今仔日牧师的分享。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咱谦卑伫上帝的面前跪落来祈祷。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要将我的心全然交互你，顺境逆境，你拢要伫我的生命中间来做我的主。我愿意降服，助你掌管。愿主甲咱三甲地地，互咱伫伊的面前来得到帮助。顶礼拜的信息。一礼拜的信息，互我想起一个牧师叫做尼布尔。尼布尔这个牧师有一篇伊的祈祷文，伊的祈祷文足清楚的讲到这2礼拜圣经的主题：怕什么？不怕什么。咱若读到好的祈祷文，咱若受到感动，常常默想，迄个祈祷书就会成做你的心思意念。我真感谢上帝，我伫成长做基督徒青少年的时期，我的长辈，我的教会属灵的兄哥、大姐、中级牧师，因拢会甲我分享因上爱的祈祷文。我毋知恁知影牧师上爱祈祷文，除了主祷文以外，佫有几个祈祷文，其实牧师拢捌甲恁分享过。我相信你应该知，伫牧师的客厅，伫我的厝内，伫办公室。牧师有拜托我的阿姐，因为伊真会写毛笔，所以就将圣法兰西斯的祈祷文就写起来。我拜托伊将迄个祈祷文放伫咱的教会30几年来，这个祈祷文就亲像咱的信仰告别甲咱的宣告。
主啊，互我做你和平的家子；主啊，互我做你光明的家子；主啊，互我做你天国的家子。尼布的牧师是安尼祈祷，伊讲恳求天父上帝赏赐我一定做伙追求信仰的兄弟姊妹。伊的祈祷书是安尼讲：主啊，求你赏赐我100个，什么拢唔惊，敢若惊上帝；什么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。阮这100个兄弟姊妹，阮要做伙将英国改变过来。我们要翻转整个大英帝国。尼布尔牧师真正是安尼祈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就是这阵做伙咧敬拜的一群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亲像尼布尔牧师，伊对上帝讲。我爱什么拢唔惊，干那敬畏上帝。我爱什么拢无爱。伫这个世间，所有的一切荣华富贵，拢袂通赢过我心中所敬奉的至圣荣耀的天父上帝。愿圣神对恁讲话。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有2个。第一个就是一个定心伫上帝的面前决志。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求你开我的耳孔，互我会当明白真理，互我会当心存敬畏的心。每一摆，咱灵修的时，每一摆，咱拍开圣经，家己安静咧读圣经的时，每一摆，咱做伙做礼拜的时，所以兄弟姊妹。应该拢是带着这种的态度讲，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读到圣经内底宝贝的话。我甲恁讲一个笑话。我第一摆去第二摆出国去读册时，是伫美国。迄个时阵有一日去上课，我误会老师所教互我的功课家庭作业。老师讲，你若做小组长，这个礼拜是你报告。我有开30-40页的读本，你甲30-40页，你爱足认真读个了，爱写报告，互其他同学。所以伫几个学期中间有分真侪小组，我甲听做讲，逐礼拜拢爱安尼做。读甲头皮发麻，腰脊骨发冷，真正会惊。我读册毋捌惊着，干那迄届去互迄个误会真惊着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因就读袂了。美国囡仔都读袂了，我即个毋捌英语的，英语是我的外来语的人，我较读会了。所以后来我就偷食步，无算毋是教恁偷食步。我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请你怜悯我，因为学校老师所互我的功课是遮尔济，我有足认真，因为我甲上帝讨讲，这美国囡仔若读1点钟读会了，我10点钟嘛一定要甲读好了。但是嘛是读袂了，所以我甲上帝拜托讲：上帝啊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到迄个读本、迄个功课内底的关键字，恁听有无？你若看到迄个真正重点吼，就亲像一个老师补习班老师甲你画课本内底的重点，迄个重点你若读了，其实剩的遐画屎遐无真重要，第一重要遐画，你会使毋免注意无要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一个若知影上帝的智慧的人，咱就知影抓条迄个重点是何等的宝贝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咱来听耶稣基督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路加第12章第1节其实是上重要。伊讲你毋通去用骗去，什么人？互法利赛人骗去。所以耶稣的话讲，恁就要防备法利赛人，伊会教酵母。恁若今仔日就去了，恁搁重新读一遍。耶稣提醒讲，伫这个世间有真侪人花言巧语，假冒为善。因讲的话是似是而非，因所讲的话听起来敢足有道理，其实是黑白讲。耶稣讲，恁来小心，因为这个世间有真侪亲像法利赛人。因所讲的话是有危险的影响力，所以圣经咧讲，法利赛人的教，伊是咧代表一种邪恶的影响力，是一种虚假的影响力。但是到最后，耶稣讲，因所惊的你唔免惊，因唔惊的恁爱惊。
安尼听有清楚吗？咱伫这个世间，咱知影什么是咱敬畏，什么是咱唔免惊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改变咱的人生观，讲我独独只有敬畏耶和华我的上帝。所以耶稣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路加12章第5节，其实就是一个结论：恁爱敬畏耶和华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爱敬畏耶和华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敬畏的心会带来智慧，但是更加要紧，敬畏的心就是拍开迄个稳定的门的门票甲锁匙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用敬畏的心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的欠缺，因为我的含慢，因为我的不足，所以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，互我对你来领受你的帮助。今日这段的圣经真要紧，伊讲迄个伤害你身躯的，你唔免惊伊，独独只有迄个掌管灵魂的，掌管灵魂的。什么人会当掌管人的灵魂？什么人会当将人放伫地狱？什么人会当将人放伫天堂？迄个拍开天堂的门，迄个掌管地狱的关系。就是咱的上帝，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讲，正要怕他。你都爱敬畏这个上帝。所以啊，你姊妹讲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静静听。正要怕他，这个怕，伊伫希腊文，就咱新约的圣经伊的原文讲，有很深的敬畏。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，当你徛伫上帝面前。就算做你耳孔无听到上帝的话，但是你的灵就和上帝圣神迄种的威严，和上帝圣神充满。你进入上帝的身边的时，你不由自主，你心内会感觉讲圣在，圣在，圣在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愿主的圣神甲咱三甲伫地。所以，第一，耶稣的呼吁爱所有伊的学生，包括今仔日的咱。耶稣爱咱存敬畏的心，让上帝居首位。我心尊主为大，和上帝在咱的人生中间是摆伫第一重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伊的面前，将这个敬畏的灵，将敬畏上帝的灵。几礼拜前牧师带恁读以赛亚书讲7个上帝的灵的工作甲本性，其中一个最后。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，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灵赏赐予咱。以赛亚书今仔咱所读的第13节，愿万军的耶恁着尊万军的耶和华做圣，掠伊做恁所着敬畏，恁着尊耶和华做圣，掠伊做恁所着敬畏。这是以赛亚第8章13节。愿咱用今仔日的圣经做咱的根据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，独独。我要尊你做圣，独独我的家庭要敬畏你，这就是今仔日的根据。牧师今仔根据有用3节，第一节就是尊主做圣，敬畏耶和华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对心内的明白，大必是安尼想，尼布尔牧师嘛是安尼想，独独只有敬畏上帝，无惊这个世间的强势，这种的勇气。这种的勇气就是正直的勇气，这种的勇气就是伫真理中间无妥协的勇气。愿主帮助咱，这个勇气就是要带咱行过黑暗的暗暝，进入上帝伊的义的道路顶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学习大笔的祈祷。我真爱大笔伊的诗篇，因为大笔的诗篇有真侪对祈祷有帮助。诗篇16篇第8节，伊讲我敬奉耶和华伫伊的面前，这是白话字的翻译。我敬奉耶和华伫伊的面前，我将上帝摆在我的面前。和合本的翻译，白话字的圣经讲我敬奉，我徛，我抬头挺胸，恭恭敬敬徛伫上帝的面前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礼拜应该。爱有一种的态度，甲一种的心意，咱敬奉耶和华伫伊的面前。所听的青年，
主耶稣爱恁，敬畏上帝，对恁少年不妥协。我是要鼓励恁，如果恁也敬畏上帝，上帝就听命命。上帝是一个真正会当成就恁一生的帮助的上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为恁的囡仔祈祷，带恁的囡仔做伙行上帝所欢喜义的道路顶悬，互咱的囡仔因为敬畏上帝，因会当互这个世代黑暗的世代看见，这群囡仔甲人无共款。主帮助咱，敬畏上帝就是进入上帝至圣所，迄支真要紧的锁匙。咱要进入上帝的奥妙，咱要进入上帝的至圣所，咱要进入上帝天堂的门。咱有一日到伫天堂上帝的门口的时，天使问咱讲：“爱你的门票伫什么所在？”主啊，天使。敬畏上帝的心伫遮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若无敬畏的心，圣经安怎读，拢读无。咱的美囡仔含慢读者，叫做讲读伫你的骹只偏的。意思就是，你无将上帝真理放伫头前当一回事，你拢个放伫后壁面插插伊啊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敬畏的心，因为敬畏上帝就是人物。上帝的开端，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拿掉若无心，就点袂到。这是一句俗语。为什么？因为拿掉若无迄个心，你就火甲点落，规支拿掉样了了，毋是到迄个心。信仰嘛是安尼，敬畏上帝就是咱生命的灯蕊。敬畏上帝就是咱生命迄个灯的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无敬畏上帝的心，安怎叫，拢叫袂醒。主帮助咱。所以今日耶稣讲，我要指示恁，我要指示恁一条世间的道路，是通到永远。我要指示恁，恁着敬拜，着敬畏天顶的上帝耶和华，恁着敬畏伊。耶稣讲：“恁着敬畏伊。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正要惧怕、敬畏耶和华咱的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读这句话：以赛亚第13章，恁着尊万军的耶和华做圣，恁所着惊的，恁所着论的，这个敬畏，甲这个所着论，这两字，伊虽然翻作惊。甲论，但是伊真正的字根原文的意思拢同款，叫做亚瑞。亚瑞意思就是敬畏，心存敬畏的心。伊甲信仰耶稣咧讲的拍是讲的，迄种信仰的意思的字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将敬畏的心、敬畏上帝的灵赏赐互我。第二日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要甲咱做伙做一个预防针，亲像咱的疫苗。最近咱台湾这几个月中间，大家拢咧抢，拢咧抢，咱拢惊咱做袂到，因为疫苗好亲像就是咱的防护的保护。今仔日咱活伫一个什么种的世代？路加12章第1节。耶稣讲：“恁着防备法利赛人的假，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言论。迄个法利赛人伊所讲似是而非的道理，就是一个虚假的道理。所以耶稣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所呼咱的，就是爱咱。耶稣称伊学生讲：恁着爱细致提防法利赛人的假，因为因是假冒为善。”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时代，咱充满圣神同在、智慧、能力，咱会当分别出来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大家时代拢咧制造仿冒品，咱来用名牌的物件，但是有真侪人为着要减少伊的负担、减少伊的开销，所以去选择买迄个仿冒品。
所听的日子们，充其量用黄茂平，只是要做一个虚荣，互咱感觉讲，我是一个有才调、有才情、有能力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有甲无，咱都永远珍惜迄个信息、真实的物件。愿咱听耶稣的话，记载伫路加12章第1节。愿咱会通一直敬畏上帝，离开歹代。今仔日的金句，箴言14章14節 A， 箴言14章16節 A， 伫這個所在咧講起，人有的人心內無真道，離開上帝。但是箴言16章14節16節，伊講恁就離開歹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禮拜，咱靜靜來聽，靜靜來想。伫聖經中間所甲咱警醒、甲咱提醒的，聖經保羅所講，這個世間人攏是亂俗的，所以保羅講一句足水的話，無論是美國人，無論是台灣人，無論是英國人，全世界的人攏有人性，不可告人的軟弱。保羅安尼講。世間人攏犯罪，虧欠上帝的榮耀。保羅所講這句話，唔是踢笑、嘲笑。保羅所講的這句話是提醒，咱愛面對咱家己的軟弱。咱伫上帝面前，咱承認講：主啊，我是土粉所做的器具，我有我的限制，我有我的血氣，我有我的慾望，我有我的軟項。主啊，求你憐憫我。今仔日咱做伙讀這段聖經，唔是笑別人。今仔咱做伙讀這段聖經，是要佇上帝面前，將咱的軟弱來交託上帝講。主啊，我知，因為我是一個什麼種的人，別人免講，我家己上清楚知影，我是什麼種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，互我一生無虧欠你的榮耀。願咱佇主的面前，咱首先承認咱的無夠格，也佇主的面前承認幸福。因為聖經保羅擱安尼講，佇這個世間無有一個義人，連一個嘛無有認真敬拜、超出妖怪的人。這句話毋是干那羅馬書第3章，佇舊約的聖經嘛是安尼來講。所以對舊約的時代到新約的時代，對古早到今仔日，對外邦到台灣，全世界的人攏同款。願天父上帝憐憫幫助咱，這話就是親像光，互咱做人佇咱的生活的中間，咱會通得到提醒。咱甲上帝討講：主啊，我毋是一個能力，毋是一個完全的義人。但是我恨無上帝你所想事，迄個義中間榮耀尊貴的畫面。我閣一解分享，主啊，我毋是一個完全的人，但是我的心中恨無完全的畫面。我毋是一個義人，咱攏毋是一個義人，但是無因為安尼自暴自棄，咱要佇上帝面前講：主啊，我恨無你的榮耀，你的畫面。願天父上帝聽咱的祈禱。所以今仔日的聖經以賽亞第8章第1句就是11節，是一個應允甲祝福。以賽亞傳達上帝的應允甲上帝的想事。所以以賽亞講：耶和華要用伊權力的聖手來扶持我，耶和華用伊的話來警戒我。第8章就是以賽亞的開始啦。以賽亞伫第8章中間咧講起，伊的太太是先知，伊嘛是先知，伊的囡仔的出世是記載伫第8章開始。所以這對以賽亞來講，這個第8章是一個真重要，親像一個生命的開始。所以以賽亞伫迄個所在講：上帝叫我做伊的奴僕，做先知。上帝親自甲我講一句話：世俗人所行的路，你毋通行。毋通羡慕這個世間的榮華富貴，因為所行的路，耶穌講有一條路開闊，眾人咧行，但是伊透到永死
但是有一条路，真少人行，细条，伊是探到永活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愿圣神带你用思考敬畏来得到上帝的帮助。咱今仔日嘛要听到上帝甲咱讲，就听上帝伊的话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基督徒是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这话咱拢足熟悉，因为牧师常常伫礼拜中间一再讲，一再讲。咱甲世间人无共款，毋是因为咱牛，咱甲世间人无共款，是因为有上帝的话。咱甲这个世间无共款，咱选择无共款，咱学习无共款，咱愿意无共款，毋是因为咱牛，是因为上帝的话，真侪暗茫的光，照明咱头前将来所要去的所在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愿主的话将伊的祝福甲荣耀，放伫恁的家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主讲，这些百姓所做的，你唔通做，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，不要跟他们同谋背叛。因所惊的，你唔免惊。耶稣讲，恁着惊的，就是独耶和华恁的上帝。箴言第14章14節、16節，伫今仔日咱的周報的金句的第2句話、第3句話，伊講：這個世間有一群人，因心中背道，雖然因知影道理，但是因選擇反方向。背道的意思就是反方向，心中背道，滿得自己的結果。智慧的人。耶穌所講，着驚有兩個意義，第一就是敬畏，個另外一個就是怕得罪上帝。當怕，迄個字有兩個意思，第一個意思就是敬畏上帝，第二就是行了做唔到代志，行了行唔到路。查甫囡仔上界驚的，就是娶唔到某。你講牧師該帶地去講遐，人生上驚的就是行唔到路。當然無一定講娶唔到某，娶到某，這毋是今仔日的話題。但是意思是同款。咱的人生中間，咱的選擇會影響咱的終局。願今仔日的聖經甲咱三角地帶，真做咱的幫助。因為世間人有一部分的人。因心中無上帝。舊約詩篇36篇第1節，羅馬書第3章18節，新約舊約中間攏有講起，人心中不懼怕上帝。耶穌講：你們當敬畏上帝。願主的話甲咱三角地帶，主甲咱三角地帶。最後要結束要說是，兄姐。唔通互耶穌失望。如果你若感覺牧師今日所講的話有插到恁的心，牧師無這個本意，願主幫助咱，行唔到路，愛會曉行倒轉來。咱若做唔到代志，愛會曉甲主禱講，再給我一個機會。有一個人，伊從此就沒有這個機會。這句話是耶穌受了迄一暝，猶大來甲伊擁抱，甲伊親嘴，彼得受氣，拿刀來保護耶穌，所以彼得用伊的刀卸掉大祭司的羅卜的耳孔，耶穌甲伊撿起來，佮甲倒倒去，這麼簡單。耶穌甲伊醫治。耶穌講一句話，到今仔日這個情景，任由他們去吧。也這句話足沉重。上帝無愛任何一個伊所聽的囝兒查某囝，選擇行不回頭的生命的道路。願主幫助咱，
所听的姊妹，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就是新生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人民馆，至圣的上帝，人民馆。独独只有当你出手，你的光，阮才会当看见黑暗的关系。主求你人民帮助阮，互阮因为信来活出新的画面。对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求你拯救每一个失丧、失志、失迷的人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彼此代祷，互阮伫主你的面前来诚侪上个你所听圣洁的百姓。阮伫你面前当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